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有风声讲8月23日后的内阁改组，也那民进党主席赖总统今仔日在中常会宣布由徐国勇来接当秘书长。高铁做到宜兰计划，今仔日的环境部环评大会通过审查，这宜兰站的咧设伫咧宜兰县政府的丹南庙。国军今透早伫咧屏东九片基地有一粒爱国者自行飞弹发射出去，无几秒就爆炸，这详细原因警方也搁伫咧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有风声讲，这执政团队伫咧8月23，也就是第2批的罢免投票了后，就要来进行内阁改组啊。其中，互点名爱落台经济部长郭志辉，伊就表示，内阁改组和伊是无关系，家己爱尽全力来完成任务。啊，那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呢，今仔日是伫咧党内的中常会宣布，由前内政部长徐国勇来接当秘书长。我要向大家宣布，中央党部新任秘书长将由徐国勇同志接任。7日了，头一个大罢免失利了后，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请辞，兼任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20日中常会宣布由前内政部长徐国勇接任，讲伊的经历也是专访委的人选。总统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秘书长是卓荣泰，发言人兼政务委员是我。我们那时候3个人工作的非常的配合的非常愉快，所以菊姐才会给我们3个人叫做薯条3兄弟。我是觉得说，当需要我，那我就回来吧，就像一个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徐国勇表示，总统定顺家己伊无第2句话，为2月开始正式上任。啊，那副秘书长除了现任的何柏文，另外一个会总统赖清德点名由民进党民调中心前主任田俊升接任。啊，不过除了党务，赖政府内阁调整的消息同款真多，尤其经济部长郭志辉，真侪届互人点名是改换的名单头一个，伊本人亲像嘛看了真开。改组与否哈，这个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关系了哈。反正我在位的一天，我就是努力去工作，全力以赴。来完成我的任务。不管从关税问题，或是面临天灾的问题，甚至包括很多的政策在推动上，为什么人民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真的，总统要拿出魄力，展现改变的决心。就连郭志辉嘛，开家己来是呛事，其实必然。即马内阁改组赶紧爱做，不过面对外界点兵点将，恐惊嘛是爱等8月3日后才会知影。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个拜六要来进行的，就是这核三停炮的公投。中央立委今仔日就去到恒春实地视察核三厂毒液和安全状况。不过现场3党的立委意见无同，讨论也无共识。另外，屏东县长周春敏透早就含在地农渔民也个观光产业的代表，因是也反对牌仔徛伫路口表达立场。伊也认为讲立委伫咧公投进前来视察，安尼无妥当。简单讲，今天的考察没有办法看到核断层啊。今天的好了，我们再这样讲下去会没完没了了。3党的立委无对答，每一位讲煞，另外一位就随便反驳，看起来无共识。离核三停炮公投阁剩3天，今仔20日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召委教育军参4位立委亲身到屏东恒春考察核三厂，立委因先听核三机组以人肉现况的报告以及安全维护说明，了后会入去核三厂厂区视察，看煞才做综合讨论。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替屏东人讲话。目前核废料的问题，还有核能安全的问题，在还没有确认之前，我想大家应该审慎思考，让人民更了解说这个核三就是要演绎的重要性。我们相关现场的人力以及状况，现场的状况，在平时在除役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其他来关心关注的地方？核三重启不同意。
今仔日透早7点半，屏东县长周春米就率领农渔业以及观光的代表，徛伫屏东市的大路口，举着无同意的牌啊，向要去上班的过路人拍招呼。对立委带队伫要公投的进前到协商场视察，周春米感觉安尼并无适当。不应该在823的公投之前，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定论。立委入去厂区了后，核三厂的大门口聚集未少的当地居民抗议，大声发出反对的声音。核三厂的保全随赶紧到门口戒备，因为公投的时间愈来愈晚，开始有紧张的气氛。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就公民团体收集18个国际组织和学者的意见，因是同齐来反对这核电厂停放。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国际观点拢认为讲，目前这寡高阶核废料也是无在调处理的。另外，核三厂是起伫咧断层顶头，而且这核三厂机械也拢真旧啊，停放风险真大，希望民众就要理解这寡问题。8月23就是核三敢要停放的公投。公民团体收集18个国际组织和学者的意见，发声反对核三停放。因指出，根据核能咨询小组的意见，目前产生的高阶核废料也无解决的方法，可能造成环境的负担。反对核三停放的民间团体指出，核三厂起伫断层，若是发生地动，可能会互放射性的物质外射，而且核三已经运转超过40年，旧的设备若是停放，会有真侪风险。复杂的机器设备、各种各样的零件跟材料，都会导致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让这些设备劣化，有许多其中是无法更换的，也有很多是无法检查出来的。在地公民团体嘛表示，这个核三停放的公投未经过在地民众的同意，已经疏忽因的人权。另外，目前咱输的核废料一直无刷走，违反人权公约的精神，必然也是停放，可能会互核废料的处理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这一次的公投呢，是直接诉诸全国公投，没有相关妥善的讨论，没有相关的影响评估，它就直接交由全国人民来公投这件事情，它不仅忽略了在地人民跟利害相关人的参与决策权，它也违反了公正转型。公民团体指出，台湾伫应过9年来一直在推测再生能源，未来嘛应该符合全球的趋势，完成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标。伊嘛呼吁民众要继续参考各方的意见，伫8月23出来投票，投出影响台湾关键的一票。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讲到这高铁呢，要通到宜兰的计划，案件今仔日伫咧环境部的环评大会通过审查，这条路线会对台北的南港站开始接，最后伫咧宜兰县政府东南边设一个宜兰站，会闪开到这翡翠水库集水区，拢总有60.6公里长。反对高铁延伸宜兰的代表伫环境部集合，要求停审新围高铁。立明指出，报告中讲高铁有旅行时间节省效益，刷疏忽转坐甲等车的时间。看西部高铁10多年的运作，高铁台中甲新乌日，高铁台南甲沙仑转坐，甲即马也无法度连接了真好。转乘跟候车时间，怎么可能去造成那个节省旅行时间的24%的一个经济效益呢？这个完全是谎言，是骗人的哦。卡拉按20伫环评大会审查，代理县长林茂生嘛出席表示，地方将5万，即马就敢若差最后一里路，宜兰县民代上北都来支持开发的民意。是一个必须要施做的一个重大的100年重大工程，高铁让宜兰能够进入全台一日生活圈。宜兰延伸高铁全长60.6公里，新建工程59.6公里，起点是南港站地下月台，最后是伫宜兰县政府东南边设站，闪开翡翠水库集水区，行车时间差不多20分。交通部讲绝对无中高铁轻代替，为西部经验来看，高铁通车了后，代替的运量原来会增加。96年高铁通车的时候，台铁的运量每日是45万，现在每天是65万。两者明明就是互补、互相成长。审查过程，环评委员针对土方占坑、地表废水下减、开发特定区这个问题提问。由环评委员认为，台北南港民众对于高铁加高架设置平台有疑问，应该都要回应。可能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在我们可行的办法里头去对这个地方做一些改善哈。
铁道局回应，用估计是因为地下3站混淆高铁穿长通路，还有代替的铁轨路无法度搁挖落去，也讲会加强双铁的接驳。最后宽屏大会决议，案件通过审查。铁道局表示，重大建设需要听报行政院核定，争取年底也是明年初通过。所来设计发包时间一定核定了后，11年会当通车。记者采访报道。国军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演练，今透早伫咧屏东九平基地演练出来发生意外，一粒爱国者自行飞弹发射出去，无几秒就伫咧半空中爆炸。这详细原因呢，军方也搁伫咧对查。回去。透早5点左右，屏东九平基地爱国者例行飞弹升空，对画面上正平下边一直飞起去，无想到发射4秒了后，熊熊爆炸，变做一粒火球，飞弹碎片伫空中散开。国军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27日第3天，分别由海军射击用户反舰飞弹、标准1型防空飞弹，空军是试射爱国者飞弹、天宫天前者防空飞弹。头一粒爱丽飞弹其实发生爆炸意外，加在第2粒有精准拍到目标。最后登场的天宫3型防空飞弹正常发射，直直飞向天顶，对着爱丽飞弹家己爆炸原因，空军是无说明。只是讲各类弹药拢按照计划场景执行完毕，各项状况也依照接见程序来处理，幸好会由评鉴小组进行检讨。中科院会跟美邦来共同来去调查。那我相信，那每一次的演训就是替我们国军去寻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问题点在哪里，那能够更让我们准备好未来面对战时挑战时的各种状况。爱丽飞弹射关达到25公里，是咱国重要防空黑帮之一。根据了解，军方甲美方代表正伫收集相关的资料，也是真拄好。2年前，爱国者飞弹也捌发生家己爆炸意外，学者观察，这摆发射爱丽飞弹应该是接近保存期限的极品，应该赶紧来检查工作时间出厂的飞弹。在保存状况上面可能是没有问题，可是在这个爆炸这一块，或者是在它的一个触及，在这个触发爆炸的这一段，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同样时间进来的同一批出厂的飞弹，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国军经由实弹操演练习防空飞弹的拦查能力，也演练机动的部署。天宫3型飞弹发射车，方看到出现伫台东树一路一段4台飞弹车部署近海边的大路，发射机已经呈现高速度直角的接近状态。另外，日军第5作战区伫台中进行天马操演，导入拖式飞弹，互官兵实在瘫痪战场环境，进行实战射击，精准拍到目标，展现国军防卫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大理高中有一个公民课的老师，请新生就爱写自我介绍表，说爱写政治立场加宗教等等的个人文书，引起家长的不满。学校是解说讲呢，这介绍表是老师设计，会改囡仔这部分的该回收回来，而且全部毁掉。那教育局是强调讲，会请学校避免收集和教学无关系个人文书。伫教学的现场，为着避免争议，一寡较敏感的议题，亲像宗教甲政治，上课较袂去讲到。不过，台北市大理高中新生自我介绍的表格内底，内容煞爱写有关政治的立场，甲宗教等等文书的问题，引起家长的不满。学校讲是一个公民老师为着课程的需求来做调查，不过这无符合规定。老师觉得他在班上发这个调查表的同时，他有跟孩子做了很完整的说明，但是这样的说明是不是100%让同学们都能够理解？跟家长的转达是不是能够100%的转达？这个都会有一些沟通上的落差。学校表示，确实有2个班收到这个表格，已经紧急回收，2会伫上课的时阵销毁。教育局介入调查了后，嘛甲这个老师讲，未来设计表格都要考虑较周至，嘛爱符合各自法的规范。教育局通函也会函请各个学校对于学生资料的收集应该更加的一个谨慎，要符合教学及辅导的目的，并保持教育中立的立场，避免收集涉及学生隐私的内容。教育局指出，学校收集资料进前，大部分拢会说明使用的目的，因为有的学生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较无愿意写父母的资讯，或者是较无爱写生理的性别，因为学务运作的需求。学校一般敢若会保留学生的生日、身份证号码、甲紧急联络者的资料，其他的资料袂强迫学生都爱写。本质上就是比例原则，
我们为什么需要收集这样的资料？我手段如果会侵害学生的比例大于最后会达到目的，那这个资料本身的收集就不太适合了。我们会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教学需求的话，是完全可以透过课堂讨论的方式或其他比较开放的环境引导进行。青年团体认为讲，这个事件是伫咧写的内容，无甲学生先沟通好势，而且保密的工作若无做好，就会对学生造成侵害。家长团体佮教明认为讲，为了避免相关的争议，这调查若毋是学生自愿的，嘛无家长的同意，就无应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网络顶头正称的先塔律师李基定等3名律师，进前有替诈骗集团辩护，说去互指控讲泄露真实内容，指示其他被告提早甲名下的财产拢赔掉，避免去互查扣。北检今日依照洗钱等罪嫌，甲这3名律师提起公诉。另外，这个诈骗集团呢，进前捌拐人去买灵骨塔，其中有一个民众要买，摕出去抵押了后，钱去互骗了，落尾煞来行地路。警察啊！警方上门搜查永住公司，今年4月这个行动带回10多人到案，牵涉到灵骨塔诈骗。我们是聚新汇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我们致力于提供专业的贷款咨询服务。拍片推销贷款，涉案的这间公司嘛伫诈骗。检方调查，犯罪集团假做殡葬业，找手头有殡葬商品的长辈，骗讲会当协助代销，各押卖出去，各讲会当省税，要求被害人先付钱，各用买卖金流诱拐被害人抵押放散借贷，至少有6个被害人互人骗超过1.6亿，其中一个拄仔是壮年的工程师，因为安尼互骗100万，各派上千万的债务，到尾煞自杀。不幸被告等12名成员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等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处重刑。诈骗集团主嫌等12人，互人起诉，其中有6个人互人具体求处重刑，专案嘛引出案外案。检方查出协助辩护律师赵浩定、蔡元如一家先塔律师李义定3人分别互人控告泄露侦查笔录，甚至涉嫌协助脱产。互检方批评，因身为律师会当知影相关的财产，后盖会互人对征收刑罚被害人，所涉嫌协助洗钱，恐惊致使被害人以后讨无钱。在同案辩护人部分，到底我们能够交换的资讯有多少，甚至它的红线在哪边？其实这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我讲的内容到底构不构成泄密，应该是我觉得应该由法官来认定，而不是由检察官自己认定。这届有才律师互人依照洗钱甲泄露秘密罪嫌起诉，各互人求处6个月以上甲1年以上的刑期，并且无应该完刑。其中，网情律师李义定无伫事务所敲电话，嘛无得到回应。不过最近律师的丑闻不断，致使真侪牵涉到泄露侦查秘密，部分是互人控告参加诈骗，拢一再影响法界名声。记者采访报道。伫咱台湾无驾照阁去骑奥多拜赛车的案件，逐年伫咧增加。根据着这交通部的统计，逐年无照驾驶出车祸，拢总造成600多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第4轮呢是驾酒赛车的6倍。拜三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未来要加重无照驾驶的罚金。奥多拜呢是9万到3万6，也来轿车是9万到6万。另外，针对发出噪音的改装车，这罚金也对900提悬到3600。社会上不时拢会传出无照赛车弄着人的意外，亲像伫9月19三峡北大国校仔头前，75岁姓吴的查甫人无照弄死3个人；9月23，阁有无照78岁驾驶赛车雄冲出去，造成8个人受伤。为着要减少这款情形，拜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决议提悬无驾照的罚金。无驾照骑机车对原本的18000块提悬到3万6，无驾照赛车的罚金对3万6。提悬到6万块。那针对于酒驾的肇事的，不管是死亡的件数，或者是举发的案件数，其实都有明显的下降啊。但是无照驾驶的情形呢，这几年的确是比较明显的偏高。那所以说这次特别加重相关无照驾驶的罚则。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台湾每当40万件的交通事故中，有5万件是无照驾驶，平均每当造成600多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比啉酒赛车弄死人加出来6倍。针对提悬罚金，民团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去探讨无照驾驶背后的真正原因。亲像有的人住的所在就真正足偏僻的，交通嘛无方便，嘛会造成民众冒险去赛车。
有真侪庄稼所在，可能讲伊的公车啊，也是公共运输的方法，毋是遐尔啊多。造成讲可能18岁以下的学生哦，也是讲65岁以上的士大人，可能爱无照驾驶。 来解决伊的交通的需求。除了无照驾驶拍算提悬罚金，改装车伫大路发出噪音的罚金修法也初审通过，对原本上重罚1,800块，提悬到3,600块。环境部表示，这5天内接到民众投诉的案件，就超过25万件。若是互人抓到除了罚钱，15天内无去检验，就互人吊牌。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来看高雄燕巢，这位也是足危险的。今早起呢，有一台载钢骨的拖帮车，登月的时阵物件无绑好势，这3栋的钢骨规矩连落来，甲路边的电火条弄断，加在是无人受伤。不过这事故呢，也互附近的500外户失电。台电表示讲，会甲这司机讨赔偿。 拖班车停伫路里，顶悬载钢骨有骨碌机已经坏伫咧路边。拖班车司机是67岁姓王的查甫人。20早起7点左右，载规车钢骨驶来燕巢的高速路遮，疑似物件无固定好势，一支3吨重的钢骨就安尼飞落来弄到电火条啊！有住户听到声，赶紧出来看，一看到这副模样，拢感觉真正是好加载。伊若来上班时间的，这大我都爱偌济呢？真正好加载，无我都幸运啦，代志拄着无人愿意啊。由王姓男子驾驶的营业一引车。 因货物未妥善固定，行驶间掉落撞倒路旁电线杆，所幸无人伤亡。王男经初步检测无饮酒情事，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分析鉴定。因为钢骨弄到电火条啊，嘛甲电线扭断，造成附近513户失电。台电紧急处理，7点半先复电439户。不过因为钢骨无调走，台电就无法度抢修。附近汽车修理厂头家讲，人到工厂门拍未开，才知无电。今仔日生意可能无再调做啊。安尼影响到你今仔做生意无？会啊，较无安，即马无多开啊。你有啥物物件要调去用互人的无？今嘛目前还没有啦，都预约的啦。我都有跟人讲说，今天没办法做了。目前剩74户停电中，同仁目前正在全力抢修当中。 对于肇事者造成的损失，本处将依章索赔。因为抢修爱甲电线、电筒、电条拢换新的，到下晡5点为止，工程人员拢还咧无经接电线甲装电筒。台电表示，损电的状况超过因按算的，因会尽全力赶紧复电。记者柯楚超向高雄场报道。 伫咧中华有一间准公共幼儿园去互家长指控虐待囡仔，经过县政府的调查，确实有不当管教行为，甲这教保官罚23万，幼儿园罚6万块。不过，机关也讲，这间幼儿园对于2019年到今违规真侪届，说可会当领政府的补助金。 今年7月，有家长出面指控，彰化市某一间幼儿园短短2礼拜内就出现158件教保员不当管教行为。虽往管府调查了后，有采罚行为人甲幼儿园，但是有议员指出，这间幼儿园为2019年到今有侪届违规记录，所以也继续咧领准公共幼儿园的补助。这期管府对准公共幼儿园的审查标准无够精确。 家长会向小孩说是准公托，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基于教育处对他是有所管控的，所以会对于这份信赖感。所以我觉得彰化县政府教育处在这一方面应该要用最高标准来看待，而不是让有问题的学校一再的领取政府的补助，然后继续来招收学生。彰化县政府表示，该读准公共幼儿园必须符合教育部的相关规范，目前当咧厘清这间幼儿园是不是有符合该育的条件。我们已经函请教育部国教署函释，那后续我们将会视那个函释的结果，再行召开彰化县公私立教保服务机构涉及重大违法事件处理小组去议决。 全国教保产业工会指出，退场机制虽然是中央定法规，但是标准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认定。一直以来，台湾准公共幼儿园相关的退场机制无够明确，才会致使地方政府对有违规记录的幼儿园无积极处理。这样都会面临到补助的问题，然后再来这些幼儿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去？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会让很多的县市地方政府事实上一再的姑息这一些准公共化幼儿园，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牵动到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全国教保产业表示，2018年政府开始推动准公共化幼儿园补助，相关的审查标准甲退场机制拢无周知。目前实施到今，准公共化幼儿园违规比例就超过30%。因认为政府应该设立条款，专心来推动公立幼儿园甲非营利幼儿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美国正式讲，目前正咧和 Intel 桥要甲因买10%的股权，不过 Intel 并无来回应。也若这美国呢有想要透过这晶片发的资金换台积电、美光也有三爽的股权。另外，日本的能源集团也宣布要投资20亿的美金来争做这 Intel 前10大的股东。美国咧甲英特尔讲收购10%股份。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表示，入股进程真侪摆强调的晶片自主立场。伊是伫接受美国在政媒体 CNBC 采访时阵表示，咱需要伫本土制造家己的晶片，咱免去离咱赴9500英里远，却甲中国更加干那80英里的台湾。The president wants to put America's needs first, both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it's a creative idea tha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o ensure that we're both reshoring thes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while also gaining something of it for the American taxpayer. 卢特尼克表示，美国政府可能加做英特尔上大的股东，不过未安尼摕到英特尔治理权。敢若将拜登政府时期的补助转化做川普政府，也就是美国人民的股权。卢特尼克暗示，川普总统可能会找找其他得到晶片法补助的公司达成同款的协议。去年秋天，英特尔表示已经得到将近80亿美金的补助，用伫起工厂。台积电是照这法案得到66亿美金，用伫扩充伫亚利桑那厂的产能。同时，日本能源集团宣布会投资英特尔20亿美金，用股权投资形式入股，加做英特尔前10大股东。对这间咧努力转型的美国晶片制造商来讲，亲像为因做一支强心针。19当日，英特尔这间因为技术落伫后边缺少较好的产品，落伫回答甲超微后边陷入困境的晶片大厂，估计起将近7%，代表市场对冷钱资金入股，加政府介入的乐观反应。投资人看好这个动作，应为英特尔带来长期的转机。公司新闻恩文玲评价。美国政府的手即马是要伸来到半导体啊！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正在讨论扩大补贴换股权的政策，针对这晶片法案受补助的公司，要用补助款来换对方的股权，其中就包括着咱的台积电。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表示，若像这美国想要来入股，台积电就要甲这投审会申请，投审会也关注这个议题。另外，受到这利空的冲击，台积电的收盘是落50块，台股也落728点。美国计划正式世界 AI 中心伫发出半导体关系了后，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正伫建议扩大补贴换股权政策，计划对晶片法案内底接受补助的公司，要用半导体补助换对方的股权，其中就包含3000美元，也有台积电。那我想，我们跟他第二的条件，就像委员所指教的，就是没有这个条件，当然我们可以拒绝啊。可以拒绝了哈，当然可以拒绝。好，那来投审会啊，他如果真的要变成这个台积电股东，要经过我们的投审会，就这个意思嘛。好。伫2024年底，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台积电提供66亿美金的补贴。不过，这阵一旦补贴换股权，专家认为，川普对半导体容易。那当然，对于台积电，未来其实会牵扯到更多来自于美方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压力。那么，甚至对于台积电在技术的一个主导权，甚至企业的一个自主性，都会受到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影响。台积电对这传闻拒绝评论，不过台股受利空冲击，台积电20收盘降到1135块，落50块。大盘也扭落来，收盘是23625点，一天大落728点。更加是在2024年7月26落752点了后，台股史上第11大破点。为了消除关税不确定因素，行政院长杜英台讲，谈判依然在协商中，会继续来争取这个无贴加的税率。我告诉郑丽君副院长，我给他一张空白的请假单，只要需要，他随时可以飞美国，不必要每次请假了。就是我们办好积极的准备，提出完整的方案。全台湾暂时性税率是20%，搁再贴加原有的税率。三来232条款调查报告即要公布，半导体关税税率无排除升加后悬。若是300%的高关税受到影响的产业，希望政府会再协助渡过难关。记者宋合报道。今仔日中昼过后，南投、台中家己的山区雨浪落真大，而且这合欢山有落冰甲。气象署表示讲，冷心低压离开了后，明仔载开始呢，就较无水气啊。因若伫咧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拜六了后有机会发展。尤其那亚雨伞那春秋去新冰仔甲，合
合欢山上西楼下晡路边仔角雨，大约对下晡1点开始落5分钟，冰角大概1-2公分，当时气温差不多11度。附近点头也翕到当时画面，午后热对流真旺，中部地区雨落真大，在瓦群山谷的测站，湿雨量拢来到70毫米以上。尤其是今天高空冷心低压位在台湾上空，因此加剧的午后热的发展的现象。西半部地区伫午后也是一直弹雷公，大台北雨也落不哩大，车经过国道，雨片也非常大，也是看袂啥清楚。松山机场也200因为雷雨关起来。明天之后，天气水汽将会逐渐的减少。山区的话，还是有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平地的部分的话，可能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属于是局部的一个现象。另外，为因应无正常破影俗称小狗影的事件，气象署甲成功大学合作，结合破影模式甲 AI 技术，经由过去破影影像调到 AI， 已经使成功看出无正常破影，提供警示。那我们的气象署每一天都会产出海象的预报资料，把这些预报资料输入到这个预测的模型，所以它就可以知道风口浪发生的几率。2013年底，新北市树林社区大学伫梁东皮头角户外教学时，有8人互小狗影卷入去海中死亡，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小狗影断命事故。气象署即阵开发的新技术，也首先应用伫新北市甲关公司管理的北海岸、东北角这风景区。那系统侦测到危险破影时，应及时通知防灾人员去引导游客来撤离。记者综合报道。7月做风台，搁再落大雨，这台南的灾情到达超过1个月啊。市政府表示，讲有来登记的有3240件要修理，有一半较低或者是断的整理，也有甲这3000栋的室内倒帮清掉。不过有灾民认为，讲政府每合的厂商修理的费用伤过悬啊，因是无法度来负担。另外，公所人员也为着这灾后的申请补助，逐工伫遐加班处理。来台南7股区西寮里7月7号，丹仔市风台吹判起的厝顶有一寡还搁咧看芳度。叔叔要甲整修，要甲整修就对。啊，伊可能甲整修。丹仔市风台了后，搁刷落去大水河侵袭。7股区西寮里是大灾区之一，灾后到打超过1个月啊，这号受灾户还搁咧修理厝顶。一来是会晓做安装遐的财富无偌济，二来政府介绍的业者报价无法度负担，决定家己修理。这也无人咧做啊。哦，这款的哦。断层啊。你讲这款有啊，红有啊，这款无啊，拢无。无人咧做。哦。有咧做新的形体啊，甲旧的形体袂做，斗袂下。画即摆吼，会紧较过做。哦，紧较过做。伊就较歹的吼，伊就较歹做，伊就不爱做。由其他人参加政府介绍的发现业者报价相关才袂做。当地里长是讲，政府灾后复原工作真积极，啊，毋过协助介绍的时间拖伤久。哦，你看啦，这灾害一定过个半月啊啦。因到将时他来媒合厂商啦，厂商的一个媒合啊，还有包括有关于这个所使用的一些建材啦，或者是使用的一些，包括他们的一些修缮的方法，还有包括当然有一些金额的部分。市政府是讲，全市3240户登记修理案件超过一半已经完工，也是当地施工。也坦白讲，因为介绍处处无大问题，家族啊意见无共这状况，影响签约的意愿。目前市政府已经核发超过6亿慰助金，核拨率超过70%。水利道嘛已经清运3375栋。照停事处理以外，原来会加紧清运的速度，因为台南10外的行政区基层公务人员为了灾后重建无用甲变过，市政府嘛宣布加班费无受原来3个月240点钟的限制，会照实际的工时核发。记者采访报道。受到风灾等因素影响，民众较无爱出门去观火。台中和高雄的观火中心，这 A 型和 O 型的火，库存量干会当当4天到7天尔。这火已经火今年出来启动北火南送，对北部调几落清地火落去南部，也呼吁民众赶紧来观火。观火会当救人的性命，就算是平常时啊上班时间，观火中心也是有真侪人会来观火。有的人已经有定期观火的惯势，因为观火唔乃当帮助别人，对家己的新陈代谢嘛有帮助。你捐血的话，其实对身体也是健康，因为你那个释放一些血液啊，对，然后身体会重新造血。天有不测风云嘛，人有旦夕祸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你会需要，或者可能你的家人会需要。如果你有捐血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对你自己来讲也是有帮助的。根据火药基金会统计，
全台湾每一天用血需求量差不多是6626包，主要用伫各大病院输血需求。不过最近因为风太扫来，中南部受到严重的霜冻，民众出门捐血意愿降低，血的库存量减真济。到20为止，台北甲新竹的捐血中心库存量拢有超过7天，是青顶达到安全的标准。不过台中甲高雄的捐血中心 A 型甲 O 型的血库存量较低，是稳定。敢来当供应4天至7天，所以今年真罕见，为北部拨几啊千包的血来支援南部。像现在最缺，我知道，像中南部最缺就是 O 型。那他们如果有缺不够用，那自然就会向其他东西调拨。捐血中心强调讲，捐血工课袂输是靠天咧食饭，因为甲天气抑佫有假期等等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小数今年7月初2嘛放定捐血者的条件，包括会当捐血年龄降低到16岁，上济血会当到70岁等等，捐血量有小可增加。不过也是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尽量来捐血。记者综合报道。80岁以上时代唔免把持年表，就当申请外籍看护。本地劳动部是推出讲，可能会增加10万个时代来申请。不过实行到当2礼拜落来申请案件无到1500件。劳动部是回应讲，这政策拄开始尔，就要看登记才会准。 80岁以上的时代，免把持牛表得当请外籍看护。这政策伫今年8月开始实施。劳动部原本预估会有10万户健康的时代提出申请，恐惊会造成轻症和重症的时代请无看护的情形。不过实际上实施2礼拜，却敢若无到1500人来申请，引起在野立委不满，批评政府也未实施就开始甲民众吓惊。劳动部。 你们放大了那个冲击，你说有10万人一下子会涌进10万人，影响非常巨大。那我就问你，到目前为止，你刚刚报告说到目前为止8月17号登记申请的1400人。 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拜3邀请劳动部来做专案报告。劳动部长洪成涵表示，到8月17为止，2礼拜计共有1439件申请，而且第2礼拜件数是头1礼拜2倍，数量确实有加倍的成长。我们现在在数据上面的确看到，第2个星期是第1个星期的2倍，是多少？是多少的2倍？是第1个星期的2倍。对，数字是多少？对，所以它的成长的趋势是看得到。 有民进党立委观察指出，真侪看护会更较健康、较轻松的时代来照顾，确实会造成重症时代请无人，要求劳动部爱提出对策。这些申请人多数都是比较好照顾的长辈，那将把真正需求的重症者会排挤到后边，所以本席非常担心，未来将是移工更难请薪资标高，有钱也找不到人。过去一般其实在求财阶段，你可能要求财要7天，那接下来在这个如果是重症拿到重症的资格的话，他在求财可能1天，我们都尽量的去缩短这个他们可能相对应的程序。针对调野立委的意见，劳动部长洪成涵强调，劳动部未来会继续观察，也会随时检讨需求配套，确保台湾的长辈拢会当得到完善的照顾。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劳动部推动照顾服务就业奖励措施，鼓励无头路的人投入居家或者是社区的中照服务，符合资格的人上悬挺可申请108000块的就业奖励金。来到受到居家照顾者的厝内，先甲到准备中昼顿，甲变扫厝内等等的工课。李秋辉今年56岁，5月正式成做一个居家照顾服务员。其实4年前，伊捌中风，伫厝内静养一段时间。 最近透过好买就业中心，可以找到居家服务员的工课。慢慢把自己的心情调试回来，然后跟家人说，我想要再出去动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他有介绍我来那个居服这一块，我对这一块不熟悉，我说好，那我尝试看看。 李秋辉讲，演过伊伫饮料店做工课，不过破病了后，伫厝内静养一段时间，嘛因为安尼无头路，今年决定来做居服员，先参加相关的课程训练，摕到证照，结果由就业服务中心推荐，去合法的单位引头路上班。鼓励失业者从事居家式、机构式及社区式的照顾服务，凡是符合资格的民众，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荐，受雇于合法的照顾单位。 每个月5000到7000不等，最长18个月，最高108000的补助。
后尾就业服务中心表示，因应超高龄化的社会，甲协助失业的劳工重新登去工课场，劳动部为106年就推出照顾服务就业奖励措施，希望透过就业服务中心鼓励失业的民众投入照顾服务产业。云林县今年1月至8月，因为就业服务中心的推荐甲介绍，投入照顾服务产业的人数有235个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公车司机，即马是真欠人。台中市政府宣布要调整公车运输成本和运价，这票钱呢是未改变，由市政府来吸收。另外一方面呢，市政府也要求爱甲这公车司机加薪水，尚无加4000。不过学者是认为讲，应该爱改善劳动环境，才会当增加意愿。做公车的司机，塞车都要真注意路面的情形，时间一个长，压力是真大，嘛互公车司机出现欠人的问题。为了消除这个情形，台中市公车业者宣布，会甲司机全面调薪水。基本上是2年调整一次。那因为这个上次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年了，那各项成本也都增加，而且整个基本薪资也都往上成长。审计部调查发现讲，目前国内公车职业驾驶的人数比4年前减11.17%，也若新北、桃园、台中等等11个县市，拢有车的数量较侪过驾驶的情形，欠人的问题真严重。嘛造成公车慢分，甚至是全无发车的情形，所以现在去互投诉。工会表示，目前台中市驾驶员的薪水差不多是4万至6万，这届起薪水会起4000块以上，也若其他相关的人员是加差不多2000块。2023年，台中市公车的司机已经捌起过薪水差不多4000块，这届是第2届加薪水。业者讲，希望透过这个方式，会当消除欠卡手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熬过了疫情了，那可是疫情之后，驾驶长就没有再回流了。交通局依法调整公车每车公里合理营运成本至51.19元，以及基本里程运价至23.545元。市府表示，这是开始调整公车运输的成本甲运价，所以要求客运的业者配合加薪水。不过，公车的票价要是维持目前的计数，未增加民众的负担。工会表示，目前台中市公车的司机有1300人左右，还阁欠100外个，才会当满足调度甲增班的需求。也那学者是认为讲，应该改善劳动环境。最重要的话，大概就是他的劳动条件了。开车他是全时间都是要很注意的，他不能有一点闪失啊，因为司机也很容易受到客诉啊。学者表示，市区交通的路线要改善，民众若有投诉的事件，业者嘛要出来斗沟通，工时甲工作环境嘛有进步，才会当减少人员的流失。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海洋馆明仔载到9月25要试营运，这项开14年的建设，以台中的大甲溪为主体，规划6大特色展区，民众会当近距离来观察这鱼虾水族。市政府也希望讲会当结合着教育、保育和观光功能，将做海线新景点。不过民众认为讲这门票钱伤过贵啊，而且和其他的水族馆拢是差不多的，就爱较有特色一寡。海鲜馆的人员伫水底饲食的，规定鱼仔拢活来，场面是真壮观。还有这边8公尺宽的水池啊，是饲海豚，配合互动式的体验，袂输到伫海底看海豚。这拢是台中海鲜馆写人目的所在。繁养成功可以繁养殖超过20种以上的水母种类。台中海鲜馆2月开始试营运，这经用14年，经过3任市长的建设，以台中大甲溪为主体，为井水到深海的体验。希望传达在地化的生态，也有海洋的特色。甲一般的水族馆无同款，台中海洋馆无用传统封闭式的电视，是改用开放式甲多元化的水池啊，互民众会当近距离来看生物。亲像徛鹅馆，就会当为无同的面向来了解徛鹅的生态。市府表示，希望透过这个方式，会当互台中的海线加做观光新的点。这个地方刚好是我们台中海岸线的中间，其实往南你可以到台中港的Outlet跟未来的游艇港，那你往上面你可以到我们大安妈祖文化园区。海鲜馆表示，为8月21到9月25试营运的期间，是采预约入场的制度，票价拍8折，头几天的名额都已经满啦。有民众讲，甲其他类似的馆来比，全票的票价500块，相对有较贵。不过海鲜馆内底的设施甲电视的生物，嘛爱有更较大的特色。我有小朋友，对，但是价钱蛮贵的，可能就在观望，看之后我们比较好。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可以值得去的，比如说有什么动物
他们是可能其他地方没有啊。进入海洋一个无与伦比的一个感动，而不是单纯的只是用价格去衡量这个价值。海相关表示，因为考虑营运甲医护的成本，才会定出这个计数。未来除了在地民众有优惠，卖伫试营运的期间做压力的测试，也佫有加强相关的指示甲说明，卖甲附近的景点，也佫有业者合作，互台中海线会当加大的所在佫较多元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林园有一栋酷价古厝，这倒边户龄真有特色，是用竹仔也佫竹皮仔做的竹边厝。文书工作者讲，这栋厝是日本时代起的，当初厝是起伫咧山背遐，落要用人工来到遮的。不过，这间京大厝有风声讲特别拆掉啊。这款瓷砖哦，都足无简单的啊。老师咱了解古厝的历史，咱带咱看其特色，无论是西周的壁刀，也是墙面顶悬砖塔的态度，拢会当看出当初时古厝主人的无简单。高雄林园这栋酷价古厝，主人家早就已经无徛伫遮，年久失修的真经卡，正新的壁刀，厝顶已经损断真侪大。原本倒边户龄也有大一位时代，顶一三仔嘛搬去甲囡仔住。老师讲，这栋厝毋但是用竹仔甲竹皮仔起的，佫是林园现有唯一的京大厝。咱厝吼，较早听讲是伫个山尾，啊，因为山尾较低洼啦，啊，有当时啊会大风影会放伊吼，啊，有当时啊会入水啦，啊，所以到尾啊，这间厝搬来，啊，伊咧搬来的时吼，伊是用钢的啦。用竹皮仔来变做壁刀，摕竹仔用接榫的工法来起厝。老实讲，这款竹仔厝真坚固阁轻。古早人搬厝拢是厝边头尾少少的，做过用担的搭起新所在。伊长期记录这栋古厝真久啊。最近听讲土地已经卖人啊，可能也剩无偌久通看。伫边仔摆搭做生意的头家也证实这个消息。听讲是有利便当啊。啊，有听伊讲要做啥用？讲要起厝啊。起因家己的店面吗？系啊系啊。所以最近就可能这个厝就拢拆掉啊。伊这两天都甲迄铁厝拆开啊，伊在讲先拆铁厝啊。听讲古厝要拆掉啊，老师把握机会手机啊摕咧一直翕。伊讲虽然感觉唔甘，不过物件唔是咱的，都无权利做决定。只会当建议有关单位，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建筑，要想办法保存，会当互地方加一搭看点，也帮助发展。记者柯家族区教用高永昌报道。休热期间，嘉义县的新港文教基金会举办成中营活动，邀请伫咧外县市读大学的新港囡仔，回来带在地学生参加营队，增加对故乡的认同。带着参加新中营的学生囡仔，来入捌基金会内底图书馆的服务甲馆藏。新港文教基金会为着要互在地国中生甲高中生会当了解家己的故乡，伫休热期间举办新中营，希望互增开学生囡仔透过学习提升能力。训练因会当伊的表达能力也好，还是伊的肢体诶活动也好，还是规划诶细节能力，会对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会当建立伊家乡的这个感情嘛好，还是伊对地方的认同。为着要互参加的人增加对在地的认同，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伫外县市读大学的新港囡仔，等下设计甲参与，要透过这个活动，唔但增加因互相的人际关系，嘛好等下带领对大学生培养表达的自信甲规划执行的能力。有学到新港的当地的特色，还有一些地名的由来。我感觉咱心中上大的所在是，咱会当伫足侪人面头前表达咱想要表达的内容，佮互因合适到的物件安尼。这摆的营队是负责任的角色，所以我有学到要安怎分配工课，整理问题，啊，甲伊提出来，互这个营队更加的好。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增加甲都市比起来，学习的资源甲环境拢无共款。透过新中营这个平台，毋但甲先辈后辈求互我，嘛伫传承在地文化的过程当中，互学生囡仔得到成长学习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接做手背蹲接讲，你就会练等。这台湾台语路协会带囡仔用耍的方式，伫自然的环境内面，甲台语变做是真正的生活语言。囡仔画拳比赛，看啥人较厉害，靠利用竹仔 DIY 家己做竹枪甲竹剑。囡仔用耍的方式，自然讲台语、学台语。囡仔拢讲休热伫遮闭店厝内，佫较趣味。伫遮较好耍。为虾米？因为会使交着朋友。交着朋友啊，啊，可以使学着台语啊。
会使做多嘛，会使做切，回家我就会使耍的啊。暑假就惊侪学生囡仔踮咧厝内沉迷3C 产品。台基路协会今年暑假伫新店联巴达大自然学校举办3天2夜夏令营活动，是伫囡仔踮学校内底觅小吹、耍救兵游戏，鼓励囡仔咧耍的时自然讲台语。自由，互因家己耍，为了耍迄个剑条啊，耍救兵的游戏，啊，为的是耍迄个家己 DIY 哈，做刀做剑，利用这个机会哈，咱会当来发展在迄个在游戏。为什么？因为即摆囡仔咧耍这手机啊，有无吼？其实愈来愈严重，啊，囡仔拢算讲伊的经验吼，拢限制掉的。哇，互囡仔耍足侪过去，迄个古早时代台湾囡仔做的吼，耍土啦、起火啦、抾茶啦，吼，啊，搁有伫迄啦大场的游戏啊，吼，会使自由的用因家己的母语，啊，足自在，伫遮耍嘿。对因来讲，毋是咧学台语，因就是用台语咧生活。文化部会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鼓励大家伫生活当中讲母语。这届活动也有参加扣点活动，夏令营透过上自然的方式，伫游戏当中甲囡仔互动讲台语，甲台语真正落实应用生活当中。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跟到美国总统 Trump 有和罗西亚总统普京，也有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了后，美国正要开始瞧啊，要瞧这罗西亚和乌克兰两位总统当面来会谈。也那战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美国和北约的欧洲会馆国目前是也无共识。The president has spoken to both leaders about this, and both leaders have expressed a willingness to sit down with each other. And so our national security team will help both countries do that. 外电报道指出，川普已经执行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也有罗西亚甲乌克兰问题特使维科夫负责协调有关各方，赶紧执行罗西亚总统普廷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面对面会谈。亚人会谈的所在，罗西亚提议应伫莫斯科进行，同时扑上台面的要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另外，瑞士政府也表示，愿意排除国际法庭的逮捕令，促成罗西亚甲乌克兰元首应伫瑞士来会谈。原来，这个更加重要问题之一，也就是战后安怎提供乌克兰安全的保障。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是想要派出维护部队，也不除了英国、法国两国上届积极，德国、西班牙、波兰这国家拢排除出兵的可能。美国总统川普也在进前的电话专访中来表达反对。It can't be NATO because that'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would ever happen. They couldn't do that. So who would want that? I mean, if you were Russia, who would want to have your enemy, your opponent, sitting on your? 川普的讲话明显呼应罗西亚这摆公开提出的要求，不过也认为普京面对是不是接受和平协议的重大选择。We're going to find out about President Putin in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That I can tell you, and we're going to see where it all goes. It's possible that he doesn't want to make a deal. 川普除了呼吁普京爱心中，也搁再提醒泽伦斯基要求乌克兰展现这个外交爱有存久的所在，卖局限伫因讲无可能实现的目标，也就是恢复1991年前苏联解体时的国界，也搁加入这个北约组织。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全世界呢有35亿人喙齿的疾病影响到因的生活。讲到这酒气呢，还有这发动这流失是上界主要原因。英国国王学院上界新的研究，讲是会当利用这羊仔毛，还有咱人头毛的降卵白和喙烂落去夹，就当出现类似发动机的天然保护层，就当解决这发动机无度再生的问题啊。咱每家这喙齿保持喙内卫生的健康，因为喙齿表面的发动机。一旦让这个酸性物质卫生条件歹，也是老化侵蚀流失，就无度再生。伦敦国王大学科学家就找到修复中间的办法咯。With keratin, we've managed to infiltrate early decay and protect the enamel from its loss and rebuilding what you lose on a daily basis. 降卵白是种卵白质，利用存在伫头毛、皮肤甲羊毛内底。研究团队提出羊毛内底降卵白，发现说甲喙烂内底钙甲磷结合，形成亲像天然发动机的保护层，达到降低敏感、阻止早期酒气效果。伊强度比传统树脂的材质悬说56倍，发动机强化效果比氟化物提升到200倍。生物废料正水来源有效，而且是真安全。Keratin is present in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sheep wool, human hair, feathers, nails, and hooves. This material is
is a waste, basically. So how can we get the core of that material, which is keratin, and try to repurpose it in a way that can be useful for our population? I believe, I have a dream that regenerative medicine doesn't have to be expensive in order people to access it. 正成果刊登在先进医疗材料期刊，也需要进一步临床的试验来确保长期的疗效加可扩展性。研究人员计划开发出利用的起膏也有修复凝胶两种的产品。若是临床实验顺利，2-3年内，甲2倍喙齿修复疗法就使进入市面咯。广视新闻，施会长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9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